Hello， 大家好，你啱啱見到嘅係位於西貢區嘅清水灣。咁今次我又想分享下關於清水灣嘅一啲攻略，希望可以幫到你啦。首先，我哋搭港鐵嚟到坑口站嘅 A2 出口，然後跟住我嘅指示揾到16號小巴，大概30分鐘就會到清水灣第二沙灘。由於時間關係，我哋亦都可以選擇喺坑口站嘅門口直接搭的士入去。咁同司機大哥話我哋要去清水灣第二沙灘，咁車程大概都係10零分鐘。香港的士嘅起步價係29蚊，我哋到達現場之後係83個6，最好就帶定現金。咁我哋嚟到現場之後有個樓梯仔，步行落去大概行3分鐘就會到達我哋今日嘅目的地清水灣第二沙灘。呢度有個細貼士係洗手間啊、沐浴室啊、更衣室啊，全部都係免費嘅，仲有啲 lock 架櫃，仲有記得自己帶定個掛鎖啊。傳聞清水灣個名同當地嘅海水清澈有關啦，隔離就係釣魚翁山同埋高爾夫球場，深受中外人士嘅歡迎。落咗嚟沙灘之後，呢度仲有間士多，咁呢度賣嘅嘢一定係比出邊貴啲㗎啦，但係佢可以用支付寶同埋微信去支付。我就喺度幫襯咗一張沙灘值70蚊港紙。望下個天咁好天，唔去海邊，唔好將青春放喺太多愛與恨之中，人生仲有好多好玩嘅嘢等緊你㗎。就喺呢一刻撳低個暫停鍵。我諗呢個大概就係生活有陣時需要出圖嘅原因啩。講返正題啦，如果我哋想游水嘅話，咁特定嘅時間其實有救生員喺度，同埋我哋會喺一個區域度游水，其實都相對安全嘅。離開嘅時候都係返我哋剛才落嚟嘅地方啦，咁其實上面就係巴士站同埋停車場。開嘅時候已經下午6點幾啦，咁我會建議你可以預留返一個晏晝嘅時間過嚟玩嘅。影片嘅最後，好多謝你好有耐心咁睇完我條片啦。如果你覺得我條片可以幫到你嘅話，不妨幫我點個讚啦，唔該晒你，拜拜。